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全军出击。电影里的那些人形机器人特别帅气的。游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导航可以理解为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，我们如何去过去。每个人都会对车辆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憧憬。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和人类文明都是息息相关的。能亲眼看着这个车跑，那还是很令人欣慰、激动的事情。在电竞行业取得一些自己的成就。我们的梦想，看着自己的小卫星上天，看着大家都用我们的小卫星，对这个世界做出改变，这是我们造机器人的一个意义，给我自己很多的思考。都需要一代一代人不停地去探索、去挖掘。这个过程很艰辛，被摩擦过很多次了。不是说一步登天就可以造一个仿生的机器人出来。可能真的像生孩子一样。永远你有当配角、有必要当一份子的那个时候。